雖然李克勤曾經喺藝能動音甚至乎依家嘅英皇娛樂都同過古 Sir 都做過同事，但係實質嘅合作呢，可以話係冇嘅，極其量都係喺對方嘅一啲演唱會啊，或者有時啲籌款嘅活動啊，咁去合唱下嘅啫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喺藝能動音嘅時候，佢哋兩個都有啲聯誼嘅活動嘅。究竟佢哋係會玩啲乜嘢嘅聯誼活動嘅呢？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。我記得我94年出第一張唱片嘅時候，就係同克勤同一間公司嘅。當年呢，我哋除咗係同公司嘅唱片嘅歌手之外呢，我哋亦都係雀友嚟嘅。當年久唔久打下麻雀仔嘅。咁啊，希望以後有機會我哋一齊再大戰四方城，歡迎歡迎！記得訂閱我同你講更多李克勤嘅故事，我係黑粉，我係李克勤嘅粉絲。